我同好多小朋友一樣，都好中意去主題樂園玩嘅，但係因為我有軟骨發育不全症，所以身高比較矮小，玩唔到一啲身高限制嘅遊戲。雖然係咁，但我都仲有好多活動可以玩，例如游水啦。我由6歲開始游水，而家已經係香港代表隊嘅成員之一。我最大期望就係贏到奧運金牌，但係我知道唔係咁容易。除咗用好多時間練習嘅過程都好辛苦。就算天氣好凍，我都要繼續游水。而且我都要返學，但係因為要去唔同嘅專科復診，所以成日都要同學校請假。我要好努力追返啲功課嘅進度。我雖然矮小，但我能力一啲都唔少。我亦希望可以幫到好多矮小症嘅小朋友。病患嘅人一定可以追夢，只要肯努力，我相信我有無限嘅可能。你會支持我嗎？